紅糖加一物，調理頑固性失眠，家家用得起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省人民醫院中醫內科嘅詹鳳醫生。有啲人睇到我係中醫就劃走咗，不過冇關係，就算有個人同我點讚，我都會堅持嘅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調理失眠嘅方。如果你有頑固性失眠，長期入睡困難，瞓到半夜2、3點就醒，平時咧仲中意心情閉翳、脾氣暴躁等，咁呢條方就幾好啦，錯過就可惜啦。我哋可以攞適量嘅紅糖加上百合12克一齊煮水飲，因為百合咧微甘性微寒，入心經，可以養心安神。但係如果你長期失眠多夢，碌嚟碌去瞓唔着，而且有胸口翳悶、胸血脹痛，呢個時候咧就冇必要去試各種民間嘅偏方，亦都冇必要一下子咧就食嗰啲有依賴性嘅安眠藥。可以響醫生指導下使用溫和嘅中成藥解鬱丸嚟進行調理。佢咧係有金麥大棗湯同埋逍遙散兩大名方化財而嚟嘅，具有疏肝解鬱、養心安神嘅功效，適合於因為肝鬱氣滯引起嘅失眠多夢、心情唔靚、心煩心悸、易怒等症狀，平時咧成日瞓唔着、瞓唔落、瞓唔好嘅朋友，你都記住啦。